配以輕快嘅音樂，為我哋帶嚟精彩嘅演出。另外10位同學會穿着由本校同學設計嘅獅子魚造型服飾，獅子魚活潑嘅造型設計源於墨西哥民間藝術風格，色彩繽紛奪目，非常配合啦啦隊隊員嘅活力㗎。咁多位嘉賓，我哋依家可以一齊舞動我哋手中嘅旗仔，然之後咧同啦啦隊一齊配合進行唔同嘅動作。今日我哋嘅啦啦隊會結合口號做出唔同嘅動作，呢一切都伴隨住輕快嘅音樂，大家可以隨住節奏一齊舞動手中嘅小旗仔。就好似我哋嘅小詩咁講，呢支啦啦隊係由2023年成立，充滿住青春嘅活力。佢哋嘅表演結合咗體操、肢體動作，唔單止展示佢哋嘅技巧，仲可以訓練到學生嘅團隊合作同埋溝通能力，令每一位隊員都喺舞台上發光發熱啦！喺度溫馨提示咁多位台下嘅嘉賓、家長、小朋友，所有嘅動作都係受過專人訓練，切勿輕易模仿啊！接住落嚟，我哋嘅啦啦隊即將會進行金字塔嘅動作，實在係非常之唔容易啊！請咁多位台下嘅嘉賓、家長、小朋友，我哋不如一齊再俾啲熱烈嘅掌聲去鼓勵台上嘅啦啦隊成員啦！今日嘅表演唔單止好睇，仲打算將正能量傳遞俾咁多位觀眾。睇住佢哋嘅笑容，你會感受到佢哋嗰份無窮嘅活力。希望咁多位嘅心情都可以因為呢個啦啦隊而變得更加愉快。就等我哋一齊拍手，一齊歡呼，去鼓勵台